新正頭追蹤部隊絕對帶俾大家驚喜不斷，有幾驚喜？陣間你咪知咯。先講下地點啊，呢度就係太古廣場嘅某間影音鋪度，而驚喜就喺呢度發生。驚喜一就係 Chilam 魅力沒法擋，點解咁講？事關我哋發現靚靚同 Chilam 結伴 shopping， 難得佢哋可以二人世界，幾大都要撇低仔仔出嚟嘆下世界啦。一嚟佢哋就先殺入影音鋪，睇多兩睇，揀多兩揀。當 Chilam 一見到我哋，就即刻使出近距離微笑攻勢。哇！問你暈未？跟住佢哋就繼續揀碟，可能頭先 Chilam 嫌自己嘅電力未夠激，於是就加行碼，今次再嚟個遠距離進攻，果然係魅力深厚，就連靚靚都俾佢搞到笑晒咁。當大家陶醉緊、回味緊嘅時候，第二個驚喜就喺3秒之後出現。3、2、1，冇錯，就係劉嘉玲啦。原來佢都係不約而同喺同一間影音鋪度，仲好匆忙咁買咗幾隻碟，就繼續同助手一齊行街掃貨。雖然佢全程都係戴住太陽眼鏡，但係睇落都好神采飛揚，真係唔錯唔錯。